上集講完選購暖管同埋你嘅使用方法，今集就同大家講下維護暖管。開始之前提一提睇緊嘅朋友，記得 subscribe 同埋 share 我哋嘅 channel 啦。可能好多人都會話，使鬼維護咩？有問題就拎去保養咯。但係大家其實有冇諗過呢？拎去做保養嘅話，最少可能1個禮拜甚至乎1個月都有。我哋等得亦未必等得，所以如果我哋自己定期維護清潔，仲有做埋呢個溫度記錄，其實唔單止可以大大延長暖管嘅壽命，而且有問題嘅時候都知道發生咩事，同埋知道點樣去話俾保養嗰邊聽，仲可以節省咗好多嘅時間。咁我哋究竟要點做呢？一般嚟講，暖管出現問題呢，不外乎以下幾種情況嘅：一、溫度不足；二、不斷加熱冇停過；三、調節嘅溫度偏差好大。溫度不足，如果你係新買返嚟，有機會係因為火數唔足，或者係安裝嘅位置錯誤；而如果用咗一段時間，就有機會係因為內部老化嘅問題啦。不斷加熱冇停過呢，其實同前一個問題都一樣嘅，因為你知暖管唔夠力，一直去唔到應該要去到嘅溫度嘅時候，咁佢就會不斷咁加熱，最後就係調溫呢個嘅偏差值大。暖管調校嘅溫度同呢個溫度計上唔同喎，明明設定咗28度，但係去到26度就停。首先要知道魚缸有幾大啦，暖管同溫度計之間嘅位置同距離差幾遠啦，因為魚缸嘅大小、暖管擺放嘅位置、溫度計同暖管之間嘅距離都會影響到溫度嘅偏差嘅，再加上室溫嘅影響，可能相差會更多。上一集都有講過，暖管係放喺出水口嘅下方，溫度計就放喺暖管嘅對角，然後直由水流就會將呢個熱水散到四周，而散開嘅同時，其實水溫都會下降嘅，所以當暖管附近嘅水流到溫度計嘅時候，比起暖管設定嘅溫度低係正常嘅。但係如果開到最高溫都係上唔到去實際要嘅溫度嘅話，就要考慮下其實係咪火數唔夠嘅問題啦。重要嘅事情講3次，暖管要貼近水流出口位，暖管要貼近水流出口位，暖管要貼近水流出口位。最後容許我戴翻個頭盔。以上內容僅供參考，一個問題可以有好多種唔同嘅解決方法。如果大家有其他唔同嘅經驗，歡迎喺下面留言分享，一齊享受呢個養魚嘅樂趣。下次見，拜拜。